親愛嘅大人，我係 Twinkle， 一個最鍾意望星星發夢嘅小朋友。今日我想同你講下探索同體驗。你仲記唔記得細個嗰陣，你成日會問人點解月亮會跟住我行？點解大人咁鍾意講電話？嗰陣嘅你好奇、貪玩，乜都想知，甚至會攞起支湯匙當望遠鏡，話自己係太空人。但而家嘅你仲會咁樣玩嗎？仲會冇目的咁行一條新路？仲會因為一陣風吹過嚟嘅味道就停低深呼吸一口氣？我知道大人好忙，你要趕時間，要做決定，要顧住好多人嘅感受，但你知唔知你一直都係可以選擇繼續探索世界，甚至探索你自己。探索唔一定要出國旅行，有時只係試下一樣新口味，用另一隻手刷牙，又或者開口講一啲平時唔敢講嘅真心話，已經係一種體驗。有啲人會話咁樣做有咩意義啊？但 Twinkle 想話你知有冇意義，唔係由人哋話事，而係你自己感唔感受到。你感受到快樂，感受到新鮮感，感受到內心跳一跳嗰下已經夠啦。你嘅生活唔需要完全安排好先至可以過得好。唔知道下一步係邊度，其實都唔緊要，最緊要係你有冇俾自己機會去發現原來自己仲可以咁樣笑，咁樣感動。其實每日你都可以問自己一個問題，今日我想唔想試下一樣新嘢？可能只係換另一條路返屋企，又或者主動同一位平時唔多講嘢嘅人講聲早晨。Twinkle 覺得真正嘅冒險，其實係你願唔願意同自己講，不如試下啦。你唔需要好叻，唔需要有萬全準備先開始，因為每一次新體驗都係你靈魂成長嘅養分，每一樣第一次都會為你生命開一扇窗。Twinkle 最鍾意觀星，因為星星成日都係咁閃，不過每一粒星星閃法都唔一樣，你都一樣，你唔需要照住人哋條路去行，你可以照你自己嘅節奏去發現屬於你嘅天空。所以啊，大人，不如今個星期俾自己試多一樣新嘢啦，唔好驚， Twinkle 會一路陪住你一齊玩，一齊發現，一齊喺人生入面行多一步，你會發現原來你一直都仲可以咁純粹，咁開心。如果你今日聽完 Twinkle 嘅星語，覺得有啲溫暖，有啲被療癒，咁就記得俾個 like 啊！記得訂閱 Twinkle Star Whisper 星語夢之星頻道，我哋每個星期都會出新片，陪你同你嘅內在小孩傾偈。撳埋個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下一集啦。如果你身邊有朋友都需要被聽見，需要被愛，不如 send 俾佢哋啦，可能就會照亮咗佢哋嘅世界。記住，你係值得被愛㗎。Twinkle 一直都喺你心入面閃閃發亮。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